大埔黃福苑那場5級大火，真係刺痛咗每一個香港人的心。濃煙蔽天，火光影夜，我哋睇住家園受創，既心痛又揪心。但災難面前，我哋冇退縮，反而睇到咗最動人嘅香港模樣。消防員哥哥喺高溫濃煙中逆向前行，通宵搜救唔敢停步，街坊們自發排成人鏈，將水同物資手相傳。後生仔凌晨就守喺庇護中心，為長者遞上熱食暖貼。企業同各界二話不說捐錢捐物，酒店客房、床墊被褥源源不絕送到需要嘅人手上。呢個就係刻喺我哋骨血裏嘅獅子山精神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素不相識都可以同舟共濟。就像獅子山下唱嘅，同舟人世相隨，無畏更無懼，難關終會過去，但這份守望相助嘅大愛會一直溫暖住香港。我哋一齊加油，香港一定得。無私的犧牲